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喜不喜欢雅 Q 棒球呢？今天我们特别来到棒球场，因为今天 Go Go 直击要带大家呢认识很多很棒的球速，还有很棒的选手哦。跟着我们一起走喽！职棒投速跟打击努力的练习，因为晚上的雅 Q 比赛相当关键。职棒球员为了替自己的队伍争光，爱懂大兵，不论是投速还是打击，他们几乎从小就开始当球员，练体力、练技巧，每天都得练习。就算是大太阳、挥汗如雨，也不能歇困。今天我们就要问问德龙，当棒球选手，他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在哪里？当然是球员受伤的时候，因为通常受伤的时候，训练还有复健的量会比平常来个1倍或2倍多，不要忍耐，一些都会比平常的训练还多。希望能健康啊每一天，然后也他能打得长长久久，这才是做一个职业球员最需要的。于德龙最近也积极复健，因为受伤让他吃尽苦头，不过总算苦尽甘来，能够再度上场大雅 Q。德龙呢是非常棒的一个球员，是多功能球员哦。今天也邀请他跟我们学今天的客家单字棒球。棒球的客家话就是雅 Q。雅 Q， 雅 Q， 雅 Q， 讲得很好哦，大家学起来了吗？台湾雅 Q。世界有名，能够在国际舞台发光，全是因为有这些球员努力的为国争光，他们让台湾雅 Q 扬名国际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讲到台湾的棒球，我们就是可以很胸有成竹的，非常的骄傲，因为呢，台湾棒球真的是世界有名的一级棒。当然喽，认识新的词，重点是来复习一遍吧。来到第一个词就是棒球，雅 Q， 雅 Q。第二个呢就是投手，投速，投速。第三个来学到这句话要好好记起来哦，讲给国外的朋友听。台湾棒球世界有名，台湾野球世界有名，台湾野球世界有名。真的哎，台湾的棒球真的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级棒。好喽，记得把我们今天学到新的词，把它常常复习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